来看明年1月初8，就是台北市立委补选。今仔日国民党王宏维甲民进党吴怡农拢去滨江市场拜票。吴怡农办批评王宏维是真够话口好，甲人打标签。王宏维即马是呛吴怡农，甲人等红帽仔，咧行民进党选举的臭算步。 日前，甲民众拍招呼，台北市立委补选，国民党候选人王宏维透早就到滨江市场拜票，同时间伫市场4号位，民进党的吴怡农也参民众博感情。选举进程上尾一个连续假期，双方拢伫咧拼支持度。最后冲刺，大家都会尽量的来争取民众的支持，倒是没有较劲的意味。每次遇到我的对手，都会跟他打招呼，今天一样。 针对进前，吴怡农批评王宏维口好济，也一直甲人打标签。王宏维是回敬，吴怡农搁咧变民进党的选举老部署。民进党一再操纵所谓的抗中保台。如果今天吴怡农他还是循着民进党的这些老路老步数，动不动就是用丢红帽子的方式，那这当然就是抗中保农。所以他没有举例 ，OK， 好。 所以我不知道他在指什么。从选举第一天就告诉大家，就跟大家来报告，我们一定是坚持正向正面的选举。针对最近检调当咧调查高端公司牵涉内线交易，王宏维口说，当初时支持高端的人，就是现主时咧支持吴怡农的人。这些幕后的推手，他们现在同样的来推荐吴怡农先生，不是吗？同一批人，包含陈时中，包含蔡英文，任何的 内线交易是绝对是违法的。我们国家应该做一个总检讨，我们好好的来看看我们做的成功的地方，我们做的不足的地方。双方异地交锋，不过这一日也是吴怡农的生日，现场除了有支持者送伊鸡两个，对手王宏维也祝伊生日快乐。吴怡农是对伊说多谢，选战除了拼支持度，双方也伫咧拼风度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